那阵子这首歌很红，尤其是奥运那时候，然后很多老人家也不晓得，就突然原来聚会的饮酒歌很多嘛，这首歌红的时候，全部的老人家都在唱，你们有说过，都唱欢乐饮酒歌，都变了。我那时候我想说，那我试试看好了，因为我以前都自己做自己音乐，做自己双，那时候我就想，我来学看，学阿公怎么唱。那个原住民这首歌，就跟他老人家学。好了我就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样子，好像自己是台北人，就学那些学者有没有这样记录有没有？阿公唱一遍，然后可能没办法记那么快，说阿公可不可以唱第二遍？然后就想说，阿公唱第二遍跟第一遍不一样。说阿公你刚刚不是这样唱的，这样怎么写的？然后阿公你再唱第三遍，然后再唱又不一样。我想说这个阿公怎么会这样？就是每次他们不一样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就叫另外一个阿公唱，他可能唱另外阿公他们也会互相比较嘛。然后唱好唱了，唱给你听，你来写啊，他唱又不一样，怎么每次唱都不一样？然后后来才发觉，这样我们是口传的族群，原住民没有文字，不像就是我们都是用口传来告诉这些歌谣或者是神话，所以一旦是口传啊。我觉得那东西是没办法被记录的，因为是心的问题。因为阿公唱歌的心情每次都不一样的时候，一样的歌啊，唱出来的场次都不一样。所以那个记录啊，我觉得就不是真的学习，而是放弃这些笔跟字。我一定要好好的跟阿公学，我才把这首歌学会，我也才知道那个中间的那个随性的地方在哪里，什么地方该随性，什么地方让出来可以另外一个和声可以达得到，那很妙。但这个东西对一般大众来讲，讲的就太深，我觉得很难。那么我就望大家会理解，而且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也会喜欢的。于是我就找一个 DJ 来，就他。我们来想象一下刚刚那样的一个传统吟唱，然后用 DJ 电音的方式，然后带一点点嘻哈电音跟原住民结合起来，会变怎么样？很矛盾哦。嘻哈不是哟的嘿哟很怪对不对？可是就很好玩，我觉得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来，我们来唱这首《欢乐饮酒歌》。口部，来喽。你要有嘻哈的感觉。
谢谢。